头等下咱讲来关心军情局有2个校级的军官，对107年开始涉嫌用假情报来诈领情报奖金，5年外已经赚上千万。检方即马是依照贪污也个伪造文书罪，甲因提起公诉。法院嘛裁定讲要延长收押。国防部是表示，国防部会配合司法的调查。 总统蔡英文报告军情局视察，毕竟无名英雄，关键特别工作拢被正推动作为国内机密单位，即马红亚出细数上校涉嫌带头作假，用不实证据诈领情报奖金。全案夜间侦查终结，甲官与被告2人涉犯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、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及洗钱防治法之洗钱等罪嫌。 依法提起公诉。检调今年6月，直接去军情局大动作搜索，约谈2名校级军官，发现细数女上校涉嫌联手细数的查甫中校，为107年开始，虚构兑换情报人员，造假几笔证据，赚报建情报奖金，诈骗超过1000万。虽然涉案上校讲是信任中校，毋捌怀疑真假，2人也是双方起诉，法院也裁定继续羁押。 这个案子是军情局自己内部发现的啊，然后去查的，全力配合司法的单位的这个检调的一个调查，然后去厘清整个事实。到伫案件爆发了后，涉案军官已经被停职，今马被起诉。国防部表示，全力配合司法单位。国防部长也捌讲谈话，绝对无暗糊，强调情报工作真重要，1.45都会全部去了。 你的情资干等级来分，绝对机密、机密、密很重要的，没有的一定要查证。依照情报内容，奖金分4等级，军情局体育小将指出，尤其涉及绝对机密，需要多加查证。即摆得算军情局军官已经缴回犯罪所得，也是爱为家己所作所为负起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